3天。3天，恐怕不行吧？那是你的事儿，如果办不到，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？高门贵府，人心莫测，这里个个都是人精，没有一个人是好得罪的。可我现在就已经把他们得罪了。我劝你掂量好自己的身份，你也不想一进府就树敌吧？若靠伏低作响，该树的敌人一个都不会少。任他千军万马，我自有破敌之道。那你可知，在这重重高墙之内，终会成鬼。那便成鬼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爱多管闲事啊！我进我的府，你办你的事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干扰，好吗？哎呀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弄玉，我不明白，你费尽心思把自己困在这里，群敌环伺，举步维艰，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孩子，你的命总算是保住了，你也算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你是谁？啊，你可以叫我烟波。你叫什么呀？啊，不想答我就不问了。生逢乱世，做个无名无姓的人，也许会更好吧。来，孩子，先把这药喝了吧。这规矩嘛，还算懂的。我说着他听着，但这爹没顺眼的谁不会？他自个儿也说了，就待在那院里头，大事儿小事儿都得我这个当姐姐的点头才行。现在还算听话，可这日子久了呢，谁又能说得准呀？事情办得不错。哎呀，干爹，诗媛可是一心都扑在干爹身上了。谢干爹赏赐。来，干爹，您画完这幅画，准备画什么？哎呀，瞧干爹您贵人多忘事，这不是每回新人来了，都得进了您的丹青吗？我还真的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规矩不能破，就今儿晚上吧，你去安排一下。好。还请美人速速更衣，莫要让陈宫久候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根据府中的规定，陈宫要为每一位新人画一幅美人入狱图。入狱图？二位请先出去吧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我会很快的。哼。这个老阉人。祸从口出。李从是不请自来的毛病，还是改改吧。我正好在附近巡视，这个院子归我管。我跟你说，陈静斌虽然是阉人，一样会作践女子。
就算我是羊入虎口，李从实又当如何？只要你答应离开这里，再也不回来，我就答应救你出去。那我还是不用你帮忙，反正你已经救过我，还不止一次。你不了解陈靖边，你受不住的。是你不了解我，我经历过什么，你一无所知。快走吧，我还要更衣呢。还请成功为我全家报仇。我问你，如果当时我没有打掉你那把刀，你会不会？我会。我的腿！哎呀，孩子，别动！严伯，这不是我，我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不要这样，严伯。孩子，你的伤实在是太重了，能保住性命，就已经是万幸了。严伯，你救救我，我不要这样，我一定要站起来。严伯，我不能这样，我一定要好起来，我必须要站起来。孩子，你可知道，若想重新站起来，就必须再次打断你的双腿，重塑筋骨，你的面皮也要千刀万剐，才可重生啊！孩子，这可是锥心蚀骨之痛啊！不是还有天山吗？天山火毒鬼吗？吃那个我就不会再痛了。此药确实有镇痛之效，但不能多喝呀！一旦上了瘾，轻则致伤致疯，重则会丢了性命啊！老夫行医一生，从未见人挺得住过呀。莫要多想，安心养伤啊！孩子，哎呀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严伯，我给自己开了个好头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哎呀，你这是何苦啊？我不能是个废人，我一定要走出去，为我的家人，为我的兄弟报仇。成功。哎呀，好一个家人呐！哎呀，如此佳人入画，岂不美哉？嗯。哎呀，请美人入狱吧。怎么，陈公说话你没听见吗？脱啊！你们
还不动手？是。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一定要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玉兰汤兮木方，华彩衣兮若英。红尘宿命，对峙而行本应该是擦肩。爱恨纠葛，谱写故事开篇。转身之前，回眸之后一眼锁定万年。流过的泪，这怎么会这样？爱恋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奴有罪，卿爷恕罪。你何罪之有啊？奴自知这副身躯丑陋不堪，还妄想进爷的丹青，真是污了爷的眼睛，辱了爷的心意，这是大大的罪。弄玉甘愿受罚。哎，也是难为你了。但你这副身子确实没有资格入我的丹青，只是可惜了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啊！以后就好好煎点的药吧。主人，咱们出去走走。好的，爷。李陵，自你我认识以来，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。我真是怀念我们以前一起打仗的日子，持枪纵马，快意燃烧。哪像现在这般，混在这手术窝里，蝇营狗苟，活得像行尸走肉一般。管他什么魑魅魍魉，不如一剑挥之。是因为弄玉吧？暗夜流萤图现在还未到手，现在一定不能横生枝节。想必不用我说，你也知道其中的厉害。至于那个女人，心智绝非常人，不光陈景变，想必是你我已经都在她的掌控之中。她说了，她只想复仇。如果她真的只是报仇，你觉得魏成还能活到现在吗？魏成是不是他的敌人，现在都不好说。一个连自己性命都能豁出去的女人，倘若她是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也绝对不会对你留情。当初她要自裁，你就不应该拦着她。可无论如何，我也不能袖手旁观。毕竟她也是阿七的救命恩人。李陵啊，李陵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心太软，尤其是对女人。这朵花好看吗？好看。这朵也好看吗？都好看。地下除了我玉姐姐，就属我阿姐最美啦。这是谁家的小宝贝儿啊？嘴比蜜还甜。玉姐姐，玉姐姐回来了。你跑慢点，别把玉姐姐撞倒了。看，玉姐姐给你买的新衣服。让我看看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走，我们去里面试试合不合身。来。来，小叶子，磕头。我虽然不知道你们是谁，但我知道，你们一定是玉大夫至亲至爱的人。请你们在天之灵，一定要保佑玉大夫，
一辈子无灾无难，喜乐长安。苏黎，叶子，快起来！我都还没有谢谢你们帮我照看灵堂呢。姐姐啊，你若以后再无亲人，我和叶子就是你的家人。哎呀，慢点儿，你慢点儿，你这腿伤刚好，别再伤着。严伯，我要翻越前面那个更高的坡。这个是黄芪，这是丝毛草。哎，那个呢？这个是九宗根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可不行，别伤了根，这要连根一起的。没事儿，那还有。哎呀，这孩子。这个是什么？严伯，严伯。严伯，这就是我女儿，弄玉。她也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。我已经很久没来看她了。我原以为这样就能让思念少一些，让日子好过一些。直到遇见你，每次见到你，我就一遍一遍地想，如果我女儿还活着，她笑起来的样子也该是这般漂亮吧。严伯，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的命是你救的，对我来说如同再造。往后只要你愿意，我就是你的女儿弄玉。东西给你拿来了。怎么样，有用吗？我通过配伍就能倒推出它的用药配方。配伍，弄玉治疗陈景别和阿七看似简单，但这药理另有玄机。不同的地域、不同流派，甚至于不同的师门，都有他们独特的用药方式。只要我能找出一点点线索，便可以追根溯源。只要了解一个人的过去，也就看清楚一个人了。好。我说今日这林子怎么这么香呢？原来有朵小野花。小娘子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是啊，你男人呢？哎，别走啊！尝口水喝如何？啊，对，尝口水。没水，尝口别的也行啊！啊，是啊。周深，你们干什么？严伯，哎呦，严伯，咱们多少日子没见了，看见你硬硬朗朗的，我就放心了。是啊。我们少主这一路没少念叨你，说这老头子万一做了果，我们就算有孝顺的心，也怕只剩烧纸的份儿了。他们没有难为你吧？你们忘了观天社的规矩了吗？回头我告诉苏少主，有你们好果子吃。
哎呀，别，您啊就随我们回去吧，我们少主已经在等您了。走。燕伯，那些人可是观天社的人，就是那群响马。别怕，有我呢。翻一翻。这烤鸡啊，就像女人，火候到了，该翻就得翻啊！少主，怎么翻啊？少主，严伯请来了。严伯，请。严伯，好想你啊！少主，没事吧？少主，少主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少主啊，要是再来晚些，这胳膊可就保不住了。哎呦，不早不晚，正好好啊，严伯。哎，严伯，他谁呀？啊，我收了一个女徒弟。可以啊，杨伯，老当益壮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烧刀子喝得我口干，麻烦小娘子给我倒杯茶。看什么看？对，你给我过来。哎，给我擦刀去，好好擦。哎，好，少主。啊，少主，可能是他白日里采药太累了。农鱼啊，下去休息吧。哎，女徒弟啊，第一次见面，没什么好送你的，这给你当见面礼，送给你了。少主，你闭嘴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关山杜若飞朔气传金柝，18路响马总旗关天社社司令。有了这个东西，关天社上下3000弟兄听你口令，你想做什么，就有人替你做什么。做什么都行，什么都可以，杀人也可以。你呀，就不该拿那个东西，拿人家的手短，这是欠苏长明多大的一个人情，你知不知道？其实啊，这关天社都是苦出身。当年这苏天敖在世的时候，还是有些规矩，劫富济贫，除强扶弱，给老百姓舍医添药的事儿多有发生啊。但到了苏长明这一辈，我听说现在已经是各州府达官显贵的座上宾了。唉，正所谓官匪勾结。总之啊，你离他们越远越好，千万别沾边儿。哎，你听见没有啊？听到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咱们干！来干杯！楼主，我敬你。来，干杯！干！喝一个！干杯！
哎，小娘子，你在这儿做什么呢？啊？取点东西。取东西？还是小男人啦？啊？过来！干什么？小娘子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啊！这怎么回事？喂，不是这怎么了？哲山，出着了，少主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苏少主，刀下留人，小女无状，冲撞了少主，还请少主多多海涵。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什么关天社，不过是一群恃强凌弱、欺辱女人的畜生。我没有，少主。社司令牌在此，你不是说可以替我杀人吗？少主，现在我就要他死！少主不要，少主，饶命啊，少主，不要，少主不要啊！承诺你的，我兑现了。你要杀的人，我杀了。走吧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你疯了吗？还说什么呀？走！让他说。我要加入关天社。这我就有点不明白了。我要知道你这把刀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这东西名叫龙菇，原产于天竺，治疗刀伤有奇效。弄玉把它偷偷地加进了阿奇的药中，找到它，可是费了我一番功夫。你讲重点，你知道我不懂药。大唐境内只有凉州出产此物，因为它的神奇功效被当地的响马占为己有，市面上鲜有流通。也就是说，只有他们自己人才有这个东西。凉州、响马、关天社，没错，关天社、响马发家，近来实力不断壮大，不容小视啊。眼下又是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。如果弄玉真是关天社的人，那他们一定也惦记上了暗夜流萤图，这下我们麻烦就大了。李陵啊，之前闯入摘星堂的贼人，到现在啊还没下落吗？卑职无能，恐怕已经让他逃走了。哼，这逮着没逮着的，咱家倒是不急。但老话说得好啊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着。我这就去增派些人手。你去趟凉州。去凉州？我在凉州找了个手艺人，专门为流萤图打造了个装匣。你去将它取回来。别人呢，我不放心。是。李从事来了，可是陈公找我。你可听过关天社？关天社，从未听过。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啊？我要离府一段时间，我不在的日子里，你好自为之。我怎么听你这话里有话呀？你该不会是怕你前脚刚走，后脚我就挖了你墙角，去偷那个什么流萤图吧？怕呀，我当然怕。
我也怕呀，这摘星堂内机关重重，我可不敢白白丢了性命。这种事儿啊，还是里层是你做比较好。要是遇到了困难，就去鸡鸣奥寺找庄老板。我可不敢劳烦你们。我只是图个心安。走了。早知是现在这样，当初就不该救你。孩子大了，都不听劝。当初我女儿也是这样，可结果呢？元伯，滚！该走了，弄玉。弄玉，元伯，我曾听你在梦里念叨着，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，就做了这无字灵牌，好歹也算个念想。如果你实在太想念他们，就给他们上炷香，啊？二爷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元伯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受委屈的。明明是一首欢快的曲子，怎么听着却如此悲切啊？敦煌乐谱25曲，便是你弹的这首清悲乐吧？正是，没想到府里除了庞姐姐以外，竟然还能遇到懂乐之人。此曲本是抒怀畅意之作，可你的琴声却多了一丝钟情与愁绪，倒是更添别样意境。与其说是清悲乐，不如叫它清心叹。是日子久了，便不把我的话当话了吗？庞姐姐，谁让你出小院的？弄玉并非有意执拗姐姐的意思，只是为陈宫试药一事，可马虎不得。你少拿陈宫压我，你最近清闲得很吗？还来这儿听曲儿？这儿有什么好试药的？这里可是花圃，我现在将药种种下，明年才有的用。姐姐不妨屈尊搭把手。你不就是会弄些汤药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要不你来？别吵了，是陈宫。你们吵吵什么呢？哼，是我这园子不够大，容不下你们3位了是吗？哎呀，干爹，不关姐姐的事，是奴家失了分寸。哦，奴只瞧着花圃漂亮，没曾想这一草一木都是爷精心设计所种下。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想要将草药种在这里。方才若不是庞姐姐拦着，奴险些酿成大祸，毁了这园子。庞姐姐教训的事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弄玉知错了。你，哎，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弄玉呀，我可是听说了，你是连院子都不敢出啊？不至于，你瞧，我这府里头多好啊！以后没事出来散散心，顺便呢种些花花草草的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啊！多谢陈公。哼，上次让你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？辉爷，
魏成早年的确做过巡安使，手里不干净，流血的事儿也没少干，但毕竟是13年前的事情，也无从考证。若说弄雨与他结仇，也不是没这个可能。魏成这个狗东西，就是朝廷的败类，想要剥其皮释其苦的人有的是。若不是当年的范阳，他得到了安禄山的赏识，又攀上了安庆绪的交情，洒家早就一刀把他送上了西天。这个农玉，浑身上下都是心眼儿，庞士元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为了花圃也能掐起来。爷，不是因为花圃，是因为铜鸾。这个铜鸾，仗着自幼成名，又弹得一手好琵琶，没少在府里招猫逗狗，左勾搭右勾搭。不守规矩的东西，得找个机会，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爷让你长长记性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。沈之调，疼不疼？不疼。肯定是弄玉那个贱人，在陈宫面前挑拨离间，让你穿了小鞋，才让你挨了这顿打。等着吧，我一定会出了这口恶气的。弄玉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特意调了些膏药，治外伤的效果很好。说的好听，铜鸾就是因为你才会挨了这顿打，你心里现在肯定很得意吧？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要给他治病。至于他为何爱他，不管你们信不信，确实与我无关。好，就算这一次的事情与你无关，那你平时在陈宫面前卖弄风情，不就是为了跟我们争风头吗？我进府不是为了和谁树敌，更不是为了和谁争风头。我不过是个孤女，要想在这乱世里活下去，就必须牢牢扒住陈府的这棵树。庞姐姐，你我同在一栖身之所，想必也能明白我的苦衷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又何必互相伤害？爷，急报，出大事了！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，卦象很准，其中有凶啊。铜鸾同你我一样，鞭子打在他身上，我又何尝不能感同身受？倘若日后弄玉遭了难，还请庞姐姐、铜鸾弟弟可以体恤一二。诗媛姐，消消气吧。更何况我这背上疼得紧，咱们先擦药，擦药，擦药。爷，该如何应对？我已有主意了，一鱼两吃。站住！李大夫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属下李陵拜见光禄大夫。坐吧。这就是陈靖边找人打造的装匣，不必打开了，原封不动的带回去就好。至于这张图将来是装或者不装入此匣当中，又有什么意义？
这不过是陈靖边掩人耳目的一种手段罢了。属下不明白。李陵，你知道你为何迟迟未能获得暗夜流萤图吗？请大夫明示。因为在你的眼中，它只是一张图，你没有看到这张图背后的东西。背后的东西，不是暗蝶网吗？陈靖边经营后宫多年，常伴君侧，耳目通天，满朝文武无一不识，又得到了高力士的亲自提点。你以为他就只是安排了细作密谍这么简单吗？你以为他为何能据守偏安，偷生至今？为何在大宴气势正盛之时，史思明却偏偏吃了败仗，归降了我唐军？难道也是因为陈靖边的情报？熟手两边，左右逢源，陈靖边有这个资本。如今他手中的流萤遍布天下，这是他交换利益的筹码，也是他左右别人命运的利器。这个老狐狸如此狡猾，大夫，依我看，干脆我们了结了他，没了首脑，看他们怎么兴风作浪。哼，最可怕的不是流萤，而是暗夜。陈靖边知道太多的秘密，如果他一死，那些本该藏在暗夜之中的秘密就会袒露在阳光之下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别说是你我，就连当今的圣人，恐怕也会陷入困境之中。这么说来，陈靖边根本碰不得。不是在找到暗夜流萤图之前碰不得，这也是圣人的意思。我明白了，取得暗夜流萤图势在必得，属下一定不负众望。好了，你该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个朋友在等你。一个朋友？阿七，阿七，林哥，真的是你啊！好久不见。别拉了，瞧着让人怪心疼的。再说，就你那几滴血，真的管用吗？爷，当年咱家在宫中，没少跑到太医院，为圣人找药引子，多怪的我都见过。什么经霜3年的甘蔗，原配夫妻的蛐蛐儿，10几年老造的造心土，那是找得我焦头烂额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都不过是一些假招子，都是为万一药不灵所做的托词。你的心思我明白，不过就是想让我看到你的付出，多体恤你，心疼你。爷，我……好了好了，你也是为了表忠心，咱家不怪你。能得爷的厚爱，是弄玉的福分。这话说早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别忘了，我答应你的事情还没成全你呢。你既然会制药，自然也会下毒吧？你说什么？陈靖边要请客？哼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不年不节的，他想搞什么鬼呀？爷，我觉得这事有蹊跷啊，要不咱们推了算了。怕他个鸟！
我倒要看看这个老烟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明日我要在府中设宴，请魏丞前来，你不是一心要找他报仇吗？我就给你这次机会。啊，爷，奴也没有下过毒，这奴也不会啊。这酒壶上有机关，转动壶盖就能施毒。看来这灭门之仇，也就是说说罢了。你当初的决心去哪儿了？还是说，从一开始你就是在耍我？奴拜谢陈公，大恩大德。哼，这话又说早了。荆轲刺秦王，专诸刺王僚，听说过吧？听说过。明日事若成，你就是专诸；若不成，你便是荆轲。不管成与不成，你也算是尽了心力了，就安心的到下面与你的家人团聚吧。弄玉绝不会拖累爷，到时候不用爷动手，弄玉也会自行了断。看来爷没有白疼你啊！什么？毒杀魏丞？你小声点，别让旁人听了去。你可听清楚了？我亲耳听到陈公吩咐弄玉的。这弄玉为了讨好陈公，竟然做到这一步。因并非只为讨好，我听到陈公说，魏丞杀了弄玉全家。杀了弄玉全家？这老阉人恐怕是要鱼死网破。如果我现在去禀告魏丞，那我岂不是大功一件？庞姐姐，这样的日子难道你还没过够吗？我恨陈靖边，是他让我活得生不如死。但我更恨魏丞，他对你做的事，简直禽兽不如。庞姐姐，答应我，不要去找魏丞好吗？我不想再看到你作践你自己了。那你叫我怎么办？反抗吗？我出生于平康坊，我能拿什么反抗？更何况，我的瑞儿还在他手里。那姐姐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弄玉得手了呢？爷，这个魏丞，给他脸了。等，魏府引到。陈公，来迟一步，见谅见谅啊。奏乐。
嗯。我说看着这么眼熟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见过你。之前听闻陈宫府内新收了一位女郎中，就是你吧？回魏公的话，正是奴家。哎呀，之前我是不知啊，如此美人儿，竟然是个神医。你替陈宫分忧解难，便是替我魏城分忧解难。嗯，来，把这杯喝了，全做我魏某的谢礼。哼，贱婢无礼，主客不分，酒后与贵客斟酒的道理。玉瑶奴，哎，陈宫啊，这是何意呀？啊，是不喜欢了吗？不喜欢可以送给我呀！啊，奴婢知错，奴婢重新来过。小娘子许是累了，我来吧。斟酒这种事情，交给奴婢做就好。哎，报！启禀陈宫，加急密报。都下去吧。讲。晋王安庆绪密谋杀害安禄山，对外宣称其因突发疾病而亡，并伪造遗诏，自立为太子。你说什么？安庆绪把安禄山给杀了？陈宫，这消息可靠吗？我既有暗夜刘英图在此，你说消息可靠吗？耶，急报！既是急报，还不报来？是，大燕帝安禄山轰了。嗯，哼，接着说。没了。什么？就这？耶，就这，真没了。你这小货色干什么吃的啊？这叫密报，滚！是。魏公，陈某给你道喜了。如今安禄山身死，陈某靠山已倒，而魏公你与安庆绪一同长大，情同手足啊。他日若安殿下登基大宝，你魏公岂不是肱骨之臣？陈某以后还要多多仰仗魏公你啊！啊！想耍我？老狐狸借羞辱魏城之机试探于我早就应过，壶中酒根本无毒。看来今后还要多加小心。在玉姐姐之后，我又遇到一个神医。神医？有多神？反正就是挺神的，多是个老头，咱们凉州唐营请来的。阿七，这龙姑可是那神医的？哦，这个就叫龙菇啊。玉姐姐的药里好像也有这个味道。这神医仙的人呢？黄河远上白云间。哎，来了。一片孤城万仞山。严伯，这儿啊！哎，
那年冬天异常寒冷，乌兰河上都结了冰。我捞起他的时候，甚至不敢想他能活下去。心中的仇恨，只有大到足以淹没身体的痛苦，才能让一个人浴火重生。红尘宿命，对峙而行本应该是擦肩。爱恨纠葛，谱写故事开篇。转身之前，回眸之后，一眼锁定万年。流过的泪，承载对你的爱恋。花落花开负流年，今生来不及说再见。用这一夜，星辰作永别。风起云淡负流年，宿命之地化作执念。今夕何夕，誓言或人间。我大概算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可我这一个行将入土的老头子，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？弄玉姑娘，现已入长安陈府，一切安好，还请严伯放心。李公在上，受老朽一拜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严伯快请起。这弄玉虽性情刚烈，但身为女子，孤身一人，难免会受人觊觎，行的又是万分危险之事。老朽有个不情之请，李公若不弃，能否照拂弄玉一二啊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定护他周全。老朽谢过恩公。请起，请起。不是你求着我说要见孩子吗？如今让你见着了，不高兴了？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东西搞不到手，消息不灵通。哼！鸿门宴上，你跳的倒是挺骚啊！啊，这个！你们别打我，阿娘！你没听见那个陈靖边都快踩到我头顶上了吗？爷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禀告。那个弄玉是来找您报仇的，您那天喝的酒里，酒杯里有毒。小娘子许是累了，我来吧。针灸这种事情，交给奴婢做就好。哎，怪不得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为何不早说？我是在陈靖边骂弄玉的时候才知道的，所以特地来禀报。好你个陈靖边！爹，您福大命大造化大，那牛鬼蛇神都近不了您的身。来人，在。爷，少抬一顿梨花针。是。只要看不到的地方，给我狠狠的扎。爷，
爷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别动！阿娘，别动！阿娘，你们放了我，阿娘，阿娘。玉姐姐，你先去把这几份草药按类分好，这里土太硬了，我去山上采些松针回来。好。弄玉，弄玉，见过李从事。弄玉姑娘在哪儿？我要见她。回李从事的话，弄玉姐姐刚刚出去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弄玉被魏府的人抓走了。走，快点！爷，人给你绑来了。魏公是要找奴家，好好说便是。这是做什么？哎呀，不是没请过，可是你啊，给脸不要脸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来路，哼！我告诉你，这天底下想弄死我的人多的是。今日我非要你和这个老烟狗知道，跟我魏城作对，会是什么下场？走，快走！你们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这我。再有阻拦我者，等同此人。爷，哎呀，今儿这肉啊，怎么嚼都不对味儿。王头啊，你还记得爷平时最爱吃的那口叫什么来着？哎，爷是叫活叫驴。哦，对，活叫驴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让驴叫起来啊！得嘞。魏成，你这个丧尽天良的老家伙，你不得好死！小娘们儿，你说什么呢？深叹这天下小人物也遭罪孽。与我一场风月祭天下的雪，伴君踏碎了汤城，把四海八荒。与我一场风月是岁月更迭，愿他浴血风霜之年，彼此芬芳模样。与我一场风月祭天下的雪，伴君踏碎了汤城，把四海八荒。住手！与我一场风月是岁月更迭，覆灭世俗城邦，化这一生温柔苍凉。覆灭世俗城邦，化这一生温柔苍凉。李陵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
岂容你撒野？我来是带走我的人。姓李的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好好看看你的女人是怎么死的。小心！李陵，我就知道你小子会来。天罡四煞，就算是江湖1等1的高手，也会闻之色变。这次，我让你有来无回。爷，出事了！李从事杀进了魏府。什么？李陵杀进了魏府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弄玉被魏成带进了府里，正好赶上李从事回来，就直接打上门去要人了。爷，李从事单枪匹马必定吃亏，咱可不能让魏府的人给欺负了，赶紧派人吧。你们都疯了吧？派人闯过去，那咱家不是跟京兆府就翻脸了吗？